各位朋友，Radio 节目《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欢乐新播客》。那么做各位朋友的陪伴感是个。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欢乐新播客》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她来自甘肃舟曲的一位非常时尚靓丽的美女歌手。是，对的，我是各位朋友呢，对的，去别跟着的那些呢，我是如今的陪伴了嘛鸡。她是谁呢？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她。呀。诺拉，别叫认识了嘛？甘露如今的些，我北京的高级毕业中学们的这里三查进来说吧到，甘肃新界这人呢只住跑你眼看呢，人活动，个人要好嘛苏拉太蒙古查定送，你到你去里看的研究空间，心里老三所谓人做时候，上次这了些啦，在莫当，看见他话所谓。呀，如果能把这里我这个主朋友呢，对的是别跟着的那些呢，甘露如今的陪伴了嘛，诺他老姨。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来自甘肃甘南的藏族歌手诺拉，有请。呀，这是这里。感谢大家欢迎。呀，这是这里，这是朋友的陪伴感谢。你诺拉图嘛，我今年是那个主播说了唱的这些喽。来自草莽公康桑，俺的佩吉西马诺拉伊。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诺拉，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的欢乐新播客。哎，欢迎我们欢乐新播客，欢迎诺拉哈！您看看，整整1年的时间咱们没见了，是不是？去年跨年之后再就没见，哎呀，您看这一见面感觉特别好哈。刚才跟大家打招呼是用家乡话打招呼的，对吧？哦，对的对。哎，我发现挺好听哎。那咱们家乡的山歌是不是也很好听啊？嗯，对对对。来2段先。好。我了日嘎木呀，公个嘞，干嘛嘞？谢谢。哎呀，太好听了哈，真的很好听哈。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这么时尚的诺拉来唱这么传统的民歌，哎，别有一番味道，非常好听哈。那今天呢，诺拉来到这个舞台，还要把更多的歌曲要分享给电视机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话不多说，把这个舞台交给诺拉，有请诺拉给我们推荐她优秀的作品。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我是诺拉，很高兴能够带上我自己的原创作品来参加这个节目。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自画像，从第一次开始大胆的去尝试写词写曲，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它发出来，想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想让所有人都看到知道一个全面的诺拉，一个不仅只会唱歌只会跳舞的诺拉，还会自己写歌，一个全面的诺拉。一首《心已沦陷》送给大家。
婆娘，咱就几部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好，各位，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诺拉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的呢？差不多是从9岁开始一直在当地的歌舞团。9岁就当歌舞团啊？对，童星。差不多。当地是有这个做什么著称，就是歌手加舞蹈演员。9岁就开始？对，在当地的县歌舞团。哦。对，然后后来辗转13岁那年又去了甘肃省民族歌舞团，然后有幸去参加各种演出啊。对对对。参加各种少数民族汇演，去到了很多地方，像北京、天津，然后国外等等很多很多，对。라스라스레다 로 근고네 코송 마자야 체산다 진나라가 투파인사레 로 쩨섬 툴라다 자용가 사차 몽보치란 찹템 로뇽레레세 아니 다탄다 신노라 페 마시바 로 총총레 테 마토다 나치 기젠 루젠 토이나라 코롱가 레온도 사타메데 페 마시바 트위터 딱 뒤랍도 하진 성비 그들 보모지로 와 아니 최다신의 딘제 저런 거 나치 벨 년디 시글 년지尼玛拉毛啊，给你马拉毛，对对对，俺来有些个哇，对对对，俺来这个来，会，呀，等你用俺这个地方的找不到这来这个了没？好。哦，这太棒了哈！是这首歌，这首歌唱的确实太好了，你知道吗？一下给我唱穿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看穿的这么时尚，然后这么现代的，然后听了这样一首古老的民歌，我一下就去那个他们老家了，甘肃甘南了，我跟你说，很棒哈！你看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妹妹哈，您看看很多的这种民歌唱的也很棒。我相信这是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们所看不到的诺拉的另外一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我们看得到的哈。你看，去年的那首《作秀》啊，特别的现代，那就是行头也是特别的靓丽哈。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走的是现代时尚。电子区分这样的。怎么就想到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因为在我从小的对藏族音乐的认知里面，还有我所从小深受的教育里面，都是特别传统的。然后当时也是看到了蛋蛋老师和我的师哥 ANU，他们出了一首特别火的一首歌叫《Fly》。当时我听到，对，当时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发现，原来藏族歌曲还会有另外一面，对，可以特别时尚，甚至可以说特别的国际化。原来藏族歌曲不只有传统的那一面，对，非常的棒。说说蛋蛋老师吧，刚才你也提到了，你们是怎样结缘的？蛋蛋老师的话，我就是在我们业界里面，对于搞音乐的歌手们来说，蛋蛋老师相当于一个传奇，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神蛋蛋老神，我。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我们近些年，将近近10年来说，藏族歌坛圈里面差不多90%左右，只要时尚一点的，作品全都跟蛋蛋老师有关。对，他很优秀，很优秀。对你来说，他给你带来了什么？认识他之后？
他给我带来了，他让我就是给你了一首作秀嘛，是不是？也不算嘛，就是他让我发现自己，然后让我去做我自己。对。是我们的当个去听着。康比嘎这个蓝山的大用的，利用蒙古个啥的那了，当个这个罗蒙湾的是那单单是你蒙古这个节日吧？你咱就用了常天的些个那跟单单的这那罗蒙个囊了，就用了朗定个，咱人民大不是这啥吧？你起码那用就你个让这种了蒙古就用来特别个扎西面的很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蛋蛋，很高兴来到欢乐星播客的现场。诺拉，我们是在18年的年底我们认识的，那时候呢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一直是推荐给我说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女孩子唱歌挺好的，她的名字叫诺拉，然后呢说是对音乐很执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呢。就是见了面认识了，在我做过的那些众多歌手里面，诺拉她的风格比较独特，然后呢，她的外形也是比较偏甜美的，然后呢，她最打动我的就是她对音乐的那种执着，就是非常让我感动，所以我也愿意帮助她实现她想要的那个目标，然后她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他一直是虽然生在藏区，但是受了很多藏族传统音乐的影响，但他知道我们这代藏族人就是一定要试着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藏族音乐。那我作为他的音乐制作人，也是他的老师，那我希望他在未来的路上可以坚定地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不要放弃，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然后坚持音乐这条路，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实现自己唱歌的这个梦想。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星播客，我是诺拉。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所以我从小特别喜欢律动性特别强的音乐。在放眼去看的话，如今。最火的律动性特别强的风格的音乐，差不多就属 EDM 了，所以大胆的去尝试着去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第二首歌就是由此诞生了，它的名字叫《作秀》。反正我自己个人呢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律动感，然后从唱对到词也好，我自己很喜欢，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接下来跟我一起欣赏一下吧。听得满身过色，听得满身潮色，有些的寂寞。
私底下都比较熟了哈。这个不仅能唱，还会跳舞。更关键的是什么呀？自己能创作。哎，这事儿我就有点好奇哈，创作都做些什么活啊？就差不多。1、2、3、4、5、6、7，哆来咪发嗦拉西。就不止了，你知道吗？对。你平时都是怎么样创作呢？起初，是刚开始老师带我去写第一首歌的时候，老师他告诉我说，给我一个 B 嘛，对，一段编曲，然后他让我站那里，让我自己唱。我当时内心是崩溃的，让我站在那边，我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做。到后来，慢慢的，这个多了，唱的多了。对，然后每天去听各种各样的歌，然后开始就自己写。起初写过很多很多的歌，然后也让老师回绝了很多，打掉的特别多。写这样说，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不行，对。最后慢慢的才开始有了第一首歌，心已沦陷，到后来心已沦陷啊。对，这些作品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这些歌里面比较成熟的一些作品。也算是被老师认可的一些作品。特别的好。拉塞，当我去打诺拉个给家写啥都充满了年用的可能那些被马戏班别这就一个罗马竞赛的，毛把一那用接着我们谈的做了，对头等比。别给个大，别个罗米个马当装别个抓完用马娘别个地大肉用蒙不起来，特别这些面的也来这话全部有了。这当我去给家蒙不起写完的，他们在那天的我去临风个确认了，抓完蒙不起直接来去，我做了联系交流结果。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喜欢彩色，是我的家乡甘南。唱歌。选择我的歌，电子音乐，创作歌曲，我的诗歌 ANU。接下来即将我推出的第5首新歌，睡觉看电视，我的恩师蛋蛋老师。这个我大体的我去连线的今年弄下了我做个大黑马没别个积累啥把蒙博吉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欣赏诺拉带来的歌曲。呀，门特尼德莫达。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星播客诺拉。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里，小时候生活在爷爷身边。爷爷他总是会告诉我说，神鸟会载着人的所有心愿，飞往心之所向之地。长大后，自己因为一直在外面忙工作，所以几乎在没有时间可以去陪爷爷，也不能像从前一样拉着他的手，去听他讲很多很多从前的故事。也算是出于对爷爷的一种思念，所以很想用自己的一种方式，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去诠释我对爷爷的思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叫《不孤》。接下来跟我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It's the
欢乐星播客，轻松过周末。到这里啊，我们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诺拉还有什么样的话要跟电视机前的亲爱观众朋友们说？感谢一路上一直支持我的家人，还有我的粉丝们，以及很多的一直支持我的人。对，然后希望大家以后能多的支持我，然后我要发新歌喽，记得一定来听哦。支持，一定支持诺拉。是的，我最近的那啥诺拉个嘛，我比较我草莓洋芋蛋当配搭是面的些我的超级的米个利用沙巴的草莓娘的热古些这里个人生的是能跟你吵架来因，我这婆娘咱就直播呀，这个侬把草莓这里，下期节目再见。